執漏啊！你睇前邊就係深中通道啦。咁呢度距離深中通道咧就係1分鐘開車就可以上橋，翻深圳翻香港就係半個鐘嘅時間，非常之方便。咁對面咧就係中山嘅客運碼頭啦。明年嘅話就可以通車㗎啦，到時坐船翻香港翻深圳都係半個幾鐘到半個幾鐘左右嘅啫，非常之方便啊！馬灣島相信大家都知道㗎啦，之前呢一片區嘅話都係賣3到5萬蚊一方，咁依家我呢個大平層咧，之前係買5萬蚊一方嘅，睇呢啲海景嘅。你睇呢個249方，就單止呢個陽台就有10幾米、10幾個方，呢個陽台非常之誇張啊！咁呢個開間咧就有8米啊！呢個249方呢個大平層，餐廳廚房嘅位置非常之闊落。咁呢個戶型咧係有3個套間，一個書房一個設計啦，3個套間。嗱，獨梯獨戶嘅嗱，呢一度電梯出嚟就係你自己屋企，全部都係帶埋裝修嘅，即係你即見即係即所得嘅。呢啲咁嘅執漏啊，冇剩低幾套噶啦，全部都係現樓嚟嘅。嗱，如果有感興趣，可以私信我啦，或者詳細啲嘅資料俾你，帶你現場睇睇。